頌缽另一個起源地係西藏，咁尼泊爾係真定假呢？頌缽自古以嚟我哋聽得多啊，尼泊爾呢個地方，亦都有聽過西藏呢個地方。其實咧好簡單嘅啫，我哋淨係睇一個條件，海拔。因為要提煉金屬咧，就係要睇佢嗰個溫度，而溫度係受限於咧個地區嘅海拔高定係低。西藏基本上普遍嘅地區都係高嘅，尼泊爾由高到低。咁我哋咧就知道呢個條件上咧，其實尼泊爾先符合製作頌缽㗎啦。咁但係點解話喂西藏都有頌缽㗎喎？西藏係有頌缽嘅，因為傳到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，西藏係其中一個地方。咁但係西藏係起源地，甚至乎係專製作頌缽咧，呢個位就要即係諗一諗啦。現代可能做到嘅，古代未必得啦，因為提煉嘅技術咧未夠班。咁點解會有個美妙嘅誤會？隨住頌缽嘅發展商業化之後咧，呢一個誤會產生咗之後，就自然會讓呢樣嘢繼續咁樣嘅誤會落去，然後咧製咗一個美麗嘅故事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嘅。